至成佛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。東方亦有阿閦鞞佛、須彌相佛、大須彌佛、須彌光佛、妙音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是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由呢一段文開始，藕益大師判為流通分。流即係流傳萬世，通即係通達十方。呢一部經既然係釋迦佛徹底悲心無問而自說，咁邊個人最適合去流通呢個不可思議法門，令十方眾生都能夠橫截生死，帶業往生極樂，得到不可思議嘅利益呢？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話佢易，係因為人人容易念誦受持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流通呢部經。話佢難，係因為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佢嘅本體就係法界，唯佛與佛乃能夠盡，所以十方佛出廣長舌流通呢一部經。梵文本嘅彌陀經原文係有十方佛，玄奘法師所譯嘅彌陀經亦保留咗十方佛。十方即係東南西北，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同埋下。鳩摩羅什法師去繁就簡鳩摩羅什法師去繁就簡，略去咗其中4方，以6方佛代表10方佛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，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。乜嘢叫做不可思議呢？唔可以用第6識心去思維分別，名為不可思；唔可以用口去議論，就叫做不可議。不可思議功德就係無漏功德。一如釋迦佛喺呢個彌陀法會上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嘅利益。東方亦有阿閦鞞佛，東方係一切方位之首，所以先講東方。梵語阿閦鞞，中文譯做不動。呢尊佛不為無明煩惱所動，所以叫做阿閦鞞佛。須彌相佛，梵語須彌，中文譯做妙高。佛嘅相好不可思議，叫做妙。佛係最尊最上，叫做高，所以稱為須彌相佛。大須彌佛，須彌山係眾山之王，比喻佛為大法之王。須彌光佛，光表智慧，佛嘅智慧最高最妙，所以稱為須彌光佛。妙音佛，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中國人聽到嘅係中文，英國人聽到嘅係英文。又佛音不可思議，佛一說法，大乘眾生聽到係大乘法，小乘人聽到係小乘法，各有所證，自在成就，所以稱為妙音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。印度有一條好大嘅河，叫做恒河，沙粒好幼細。若果以一粒沙代表一尊佛，喺東方仲有恒河沙咁多佛，各於其國，
出廣長舌上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。佛嘅應化身分劣應身同埋勝應身。劣應身佛嘅舌上伸出嚟，可以遮蓋整個面；勝應身佛嘅舌上伸出嚟，可以遮蓋整個3000大千世界，稱為廣長舌上。凡夫若果連續3世唔打妄語，舌頭伸出嚟可以到鼻尖。廣長舌上係佛嘅32相之一，表示佛多生多劫以嚟冇打妄語。呢個係依事相嚟講。若果依理相嚟講，佛發音所到之處，就係佢嘅舌根所蓋覆嘅地方。汝等眾生當信時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本經嘅經題應該叫做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，共16個字。因為中國人喜歡簡略，所以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為佛說阿彌陀經，不但適合中國人好略嘅根性，亦好配合本經持名念佛嘅宗旨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、名聞光佛、大焰肩佛、須彌燈佛、無量精進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長舌上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。汝等眾生當信是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日月燈佛，用日月同埋燈比喻佛嘅光明，無時無處不照。名聞光佛，佛名聞遍十方，佛智慧光明亦照十方。大焰肩佛，焰表智慧，肩表荷擔。佛以大智慧荷擔一切眾生出生死成佛道，所以稱為大焰肩佛。須彌燈佛，解釋同須彌光佛一樣。無量精進佛，佛喺恩惠之中精進無量而成就佛果菩提，所以稱為無量精進佛。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長舌上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。汝等眾生當信是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呢段文嘅意思同東方相同，所以唔再解釋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、無量相佛、無量藏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寶相佛、淨光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長舌上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。汝等眾生當信是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無量壽佛，呢尊佛同阿彌陀佛雖然係同一個名號，亦同時喺西方，但並唔係同一尊佛。呢尊佛壽命無量，所以稱為無量壽佛。無量相佛，佛身相好無量，因此而得名。無量藏佛，
我哋喺寺院嘅大雄寶殿裏邊見到一支一支豎起，好似一塊布咁嘅，叫做幡；圓筒形嘅叫做床。床即係法床，有驅邪顯正嘅意思。佛演說無量嘅法門，吹破一切邪魔外道，建立正法，所以名為無量床佛。大光佛，佛證一切種智，智慧光明遍照法界，所以名為大光佛。大明佛，呢尊佛以三明度眾生，就係天眼明、宿命明同埋漏盡明。寶相佛，佛嘅相好由福德智慧之寶而成，所以稱為寶相佛。淨光佛，佛已斷盡一切煩惱，佢嘅智慧光明最極清淨，所以稱為淨光佛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焰肩佛、最勝音佛、難咀佛、日生佛、網明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時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焰肩佛，焰代表智慧，肩代表荷擔。佛有智慧，能荷擔度眾生嘅責任，所以稱為焰肩佛。最勝音佛，佛音具足不可思議力用，九法界眾生所不能及，所以稱為最勝音佛。難咀佛，咀即係破壞嘅意思。佛所證嘅係究竟堅固之理，法身常住不壞，所以稱為難咀佛。日生佛，日照萬物，使萬物生長。佛係眾生嘅老師，能令眾生智慧增長，所以稱為日生佛。網明佛，佛嘅智慧光明，縱橫交落，影徹無量，猶如寶珠網一樣，所以稱為網明佛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獅子佛、名聞佛、明光佛、達摩佛、法藏佛、持法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時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3000多年前，釋迦佛已經話：我哋呢個世界嘅下方同埋上方都有無量嘅世界。但係古時嘅人認為呢個地球係唔會轉動嘅，地下面同埋天空上面點會另有世界？而且仲係有恒河沙數嘅無量世界。現在科學越發達，越證明佛所講嘅都係真實，亦證明佛經所講宇宙嘅一切事物，就係現在科學家所要追尋嘅答案。獅子佛，正道歌話：獅子哮，無畏說，百獸聞之心膽裂。獅子為獸中之王，大哮一聲，所有野獸都驚到心膽震裂，表示佛為法中之王。佛一說法，天魔外道都會驚恐，所以稱為獅子佛。名聞佛，表示佛嘅大名普聞於十方。明光佛，佛嘅名號好似光明一樣，普遍十方。達摩佛，梵語達摩，中文譯做法，
佛能善說一切法，所以稱為達磨佛。法藏佛，佛說法猶如樹立法藏，令眾生有所歸依，所以稱為法藏佛。持法佛，佛能攝持一切大小權實之法，隨眾生嘅根基而為演說，所以稱為持法佛。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壽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焰肩佛、雜色寶華嚴身佛、娑羅樹王佛、寶華德佛，見一切義佛，如須彌山佛，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，各於其國，出廣長舌相，遍覆3000大千世界，說誠實言，汝等眾生當信時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梵音佛，梵即係清淨嘅意思。佛嘅音聲最清淨，眾生聞佛說法，能斷除無明煩惱，見到自己清淨嘅本來面目，所以稱為梵音佛。壽王佛，壽即係星，壽即係星宿，壽王即係月亮。眾星朗朗，不如孤月獨明。月亮嘅光明超過一切星宿，所以稱為壽王。比喻佛係法中之王，智慧超過一切三乘聖人。香上佛，佛戒香清淨，得無上妙諦。香光佛，戒香清淨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得慧。智慧即係光明，所以稱為香光佛。大焰肩佛同前面南方嘅大焰肩佛同一意思。雜色寶華嚴身佛，佛喺因位中修六度萬行，莊嚴法身，功德猶如寶華，所以稱為雜色寶華嚴身佛。娑羅樹王佛，娑羅即係堅固嘅意思。佛嘅法身最堅固，好似娑羅樹一樣。王即是自在嘅意思。佛係法王，於法自在，所以稱為娑羅樹王佛。寶華德佛同雜色寶華嚴身佛嘅意思一樣，見一切義佛。佛係一切智人，世出世間一切義理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見。如須彌山佛，山之中以須彌山最高，聖人之中以佛最尊，所以得到呢個名號。上來六方佛出廣長舌相，稱讚阿彌陀佛嘅功德。稱讚阿彌陀佛嘅功德同埋極樂淨土，可能會引起兩個問題。第一，十方都有淨土，點解唔稱讚十方淨土，而只係稱讚西方極樂呢？第二，點解唔教眾生念十方佛，而教眾生只係念阿彌陀佛呢？答案係有3種理由。第一，容易攝心。若果教眾生念十方佛，咁所念嘅境實在太廣闊，能念嘅心一定散亂，不利於初心學人。初學佛嘅人，若果只念一尊佛，就容易攝心。當由事詞而達理詞嘅時候，念一佛即係念十方佛。第二，願力殊勝。阿彌陀佛因中發48個大願，莊嚴極樂，接引念佛眾生。眾生生者都證得三不退，
寶柱成佛，其他嘅佛國土冇呢個階位。呢個係因為阿彌陀佛嘅願力殊勝，所以得到十方佛稱讚。第三，阿彌陀佛同我哋嘅緣好深，所謂家家阿彌陀，戶戶觀世音。若果唔係阿彌陀佛同我哋嘅緣咁深厚，釋迦佛亦唔會苦口婆心咁勸我哋一心念佛，求生極樂。舍利弗，於汝以云何？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？釋迦佛喺呢一段文裏邊自問自答，自己解釋呢部經嘅題目，可見釋迦佛嘅苦心。本經嘅題目一共有16個字，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點解呢度略去稱讚不可思議功德，只剩翻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呢？因為釋迦佛喺前文已經好詳細咁講出咗阿彌陀佛嘅不可思議功德，所以喺呢度略去唔講，只解釋下半句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，及聞諸佛名者，是諸善男子善女人，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。乜嘢叫做受持呢？領納於心就叫做受，憶念不忘就叫做持。假如有善根嘅男子女人，聽聞到呢部《阿彌陀經》之後，能夠受持，自然亦會聽聞到六方佛嘅名號，自然亦為六方佛所加護愛念。加護令我哋不退墮於三惡道，愛念令我哋增進菩提。所以話，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中文譯做無上正等正覺。阿耨多羅譯做無上，即係話佛係無上，超過一切菩薩同埋二乘人。三藐譯做正等，二乘人只係自利，唔利他，係自他不平等，所以唔能夠稱為正等。佛同埋菩薩自利利他，自他平等，所以佛同埋菩薩都稱為正等。三菩提亦做正覺，覺即係覺悟到世事無常，苦空無我，覺一切法不可得，覺我哋本來就係壽命無量，只因妄想同埋業報令我哋流轉生死，所以覺嘅人能夠出生死輪迴。凡夫未覺，就算佢話我覺悟啦，亦只不過係覺悟咗一啲世間道理。對於出世間嘅道理，佢完全未覺。外道嘅係邪覺，唔係正覺，因為佢哋所謂嘅覺同實相完全唔符合。二乘同埋菩薩先至稱為正覺，但係二乘人只自覺唔覺他，唯有菩薩不但能夠自覺，亦平等覺他，所以菩薩亦可以稱為正等正覺。但係菩薩無明未盡，仲未究竟覺悟圓滿，只可以稱為有上士，唔可以稱為無上士。只有佛先至係自覺，覺他，覺行圓滿，萬德俱備，超過菩薩以及二乘人，所以只有佛先至可以稱為無上正等正覺。
凡夫雖然發心修行，但係容易退轉。現在因為受持呢部《彌陀經》而得到十方佛所護念，所以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。釋迦世尊叫咗一聲舍利弗之後，好明顯咁再加上汝等兩個字，就係指一切有緣聽聞到呢部經嘅人，亦係指我哋在座嘅大眾，勸導我哋應該相信釋迦佛以及十方佛所講嘅誠實言。相信乜嘢呢？相信阿彌陀佛以不可思議功德成就莊嚴嘅極樂世界，接引念佛嘅眾生。相信藉住阿彌陀佛嘅大願力，同我哋信願念佛嘅善根福德力，可以帶業橫出三界嘅生死，永離苦海。我哋每次誦彌陀經，誦到呢度，有冇感覺到釋迦佛嘅語重心長呢？有冇感覺到釋迦佛懇切嘅言辭背後對我哋嘅盼望呢？舍利弗，若有人已發願、今發願、當發願，欲生阿彌陀佛國者，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於彼國土，若已生，若今生，若當生。是故舍利弗，諸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信者，應當發願生彼國土。呢一段文係釋迦佛第3次勸導我哋發願生淨土，可見求生淨土係以發願最重要，亦可見釋迦世尊嘅徹底悲心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咁勸勉我哋發願生淨土，等於一位母親3番4次咁勸個兒子發奮讀書，因為母親知道發奮讀書對個兒子有好大嘅利益。同樣道理，往生淨土可以永斷生死，一生成佛，實在係有好大嘅利益。但係如果唔發願，就一定唔能夠成功生到極樂世界，因為求生淨土有信、願、行3種資糧，其中以發願最重要。有信而冇願，等於唔信；若果有信，亦有念佛，但係冇願，就等於失去咗方向嘅船，唔能夠到達淨土。相反嚟講，若果有願，就一定包含深切嘅信心，就算念佛嘅功夫唔係好深，亦可以生淨土。例如張善和一生殺牛，臨命終先至懂得念佛，但係亦成功往生淨土。再睇下《佛說無量壽經》所講嘅5逆10惡嘅人，臨終嘅時候，地獄相現前，好在遇到善知識，教佢快啲念佛，發願求生淨土。呢個5逆10惡嘅人，只係念咗10口氣佛號，亦能夠生到極樂世界。點解呢？願力大之故。蕅益大師講得好，得生